我对着镜子挥挥手，镜子里的我也点头。不是有人住在里头，时光走了一圈又回头。玻璃亮亮不说话，水面也会闪一下。光碰到平滑的地方，方向就改变啦。光不是黏住不走，也不会迷路停留。它找到阴影的表面，就照规则转歪走。角度进去，角度出来，就像排队一样，不是魔术，是物理在帮忙。光为什么会反射？因为它碰到表面了，进来的角度出去一样大，方向改变变不会乱跑呀。光为什么会反射？不是镜子在模仿，是光照到平滑地方，照着规则回来啦。照进去弹出来，角度一样不例外。光很守规矩，所以世界才看得清楚又明白。原来光这么聪明，走路从不靠运气，了解光的方向，我们也更懂这个世界的样子。